昨日搭马天道里下来，刚巧回到屋里，分享着团圆个日子中心，真个打电话拨我做，是个今朝有空房间，叫我去实地勘察。我带伊去看看，成几万8,800，搭5万3,800，到底有啥个区别？哎呀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你们这里是不是一个接一个啊？当然了，那没办法呀。哎，怎么生意这么好啊？现在的年轻人都会想得穿啊。这个是多少价位的？6万多的。哎呦，0多万。有阿姨协助，她挂在这上面。哎呦，少了个淋浴，5万多的就是少了外面这么一间。对。这个地方我看来看去就是卫生间有点小缺点。那我先走了，基本上有数了。我们家里我做主的，因为我出钱，知道。我媳妇听我的。啊。匆匆忙忙口子一圈出来着，说实在话，除脱3脱一间淋浴房，550的区别。至于服侍个人是何时还是我啥，各有千差。小吴虽然年纪轻，让爸爸都要赏心悦目，但是有可能自家分养过3个人。对于分做过娘个女人来讲，爸别人家头3个人，搭拎只马桶无少两样。我啥虽然搬来是娘，毕竟过来人，只有过来人才晓得娘搭3个人之间到底是哪样一桩事体。接下来我要去办今朝个第2桩事体，回笼好看。哎呦，去年擦过个净露，今年还不邋遢呢，没。继续走，2块你03洞的水都真好。谢谢你，你就往头走。你怎么漂亮了？今年第4年走。2块了。你讲我多挣开2块。千万要收着人哦，再不准备把个毛地人走，收不这样的，千万非要啥个上次上当上得来呢？哦。啥个价？我这还是送我了的。是这孩子900多块。还是喊我吃一个孩子啊？搿么里向个菜米在哪呢？里向个菜是30几角。明年会，当然明年会啊。与侬谁是娘？托子自媒体个福，总算辣退休过后寻上一条活路。说实在话，现在让我海对应包包我也肯的，反正亲的已经发了海子。接下来我要去办今朝出来的第3桩事体。3呀地铁可以出来，对过竟然是副市改编。20年之前，我当然里向上过4年班，编整个修工厂，分享那个是再次经过挨打。虽然人来之往，但是鲜有名气。现在继续往前头走，离我今朝个目的地还有437米。3家房带着。我是你们谁让我来直播带货的？就是这个人，索总啊！哎，侪是啥个高官家？一般搿种大户日本来侪是种吃个物事，几块啊、10几块啊，你说几百块个物事，今摆是搿搭，所以我今朝搬来看看，2999，一口价。对我们标什么价就是卖什么价。2899，啥个真的一个大巨价？害我来到一种物事不抓毛的，特怪。哎，搿搭麻饼松子上只有你搿发一个概念，5000多。200多，这个一摊还毛不是摊得嘞，那个么是只有内行懂。10部毛皮摊个事体，侪是各有各。现在我要去办今朝出来个第4桩事体，沙蛋肉称50块钱，沙子特一记，先找一把吃，为哈发汗。菜好店里向我最欢喜吃个就是梨，像那种么子侪不来塞，没辰光不哭。现在3单流浪去，第4桩事体也分办了，一路追一路吃。那个么子搭香瓜子一样，一吃就停不下来。沙蛋吃得3盘的，我一本正经要寻个么子一子也没。流浪下来，已经够安排低着，139块钿一斤，也是蛮个海的，整个只有3000块钿退休工资。现在谁至于来了还搭衣衫头梳个粉，